而家香港最恐怖嘅唔係經濟衰退，而係所有人都靜靜雞縮緊消費，人工凍薪，鋪頭連環倒閉。但係好多人仲未察覺，呢個已經係永久新常態。你冇聽錯，依家香港面臨嘅根本唔係短期經濟波動、疫情後遺症或者季節性淡季，係一套已經鎖死自我循環、極難逆轉嘅結構性消費寒冬，行雲全港街頭。吉鋪越嚟越多，老店一間間結業，大家出街使錢越來越計較。打工仔人工10年冇點升，北上消費成為日常，呢啲全部都唔係偶然現象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同你由數據、商鋪、職場、市民心態、跨境格局全方位拆解，點解香港消費寒冬會越嚟越凍？點解全民緊縮已經唔可以逆轉？普通香港人又可以點樣自保穿越經濟寒冬？耐心睇落去，絕對可以幫你睇清而家香港經濟最真實、最殘酷嘅底層真相。如果長期留意香港本地商業生態同民生經濟變化，好容易就會發現一個顛覆以往市場認知嘅核心現象。曾經被譽為亞洲購物天堂、美食之都嘅香港，正式告別咗周期性嘅市場起伏，踏入一個根深蒂固、短期絕對逆轉唔到嘅結構性消費寒冬。同以往金融風暴、疫情衝擊帶嚟嘅短期市場波動唔同，而家香港消費市場降溫，商鋪倒閉潮，市民消費收縮，資產價格回調，唔係單一外部事件造成嘅階段性低迷，反而係產業結構、消費習慣、薪資體系、跨境格局多重因素長年累積互相影響形成嘅經濟新常態。呢種變化滲透喺街頭巷尾嘅鋪頭更替、普通香港人嘅日常開支、打工仔嘅薪資收入、商鋪同樓市嘅資產價值當中，全方位重塑緊香港嘅經濟底色同民生生態，亦都令呢座極度依賴本地消費、旅遊、零售服務業嘅城市跌入一套自我強化、好難破解嘅經濟負循環。從政府統計嘅核心經營數據嚟睇，香港本地餐飲業嘅賬面數據同真實市場冷暖存在好大落差，呢個都係好多人誤判市場現狀嘅關鍵原因。香港政府統計處發布嘅餐飲業監測數據顯示，全年食肆總收益以金額計算有輕微上升，睇落好似行業營收保持穩定，但係剔除通脹、物價上漲嘅因素之後，真實嘅消費體量已經出現實質性萎縮。金額微升0.2%嘅背後，係餐飲消費整體銷量同比下跌0.9%。簡單嚟講，而家大部分食肆都係靠加價抬高單品售價，先至勉強保住賬面營收。消費者真實嘅消費次數、消費份量入鋪幫襯嘅頻率一路度持續減少，季度數據嘅下行趨勢更加直觀。年初核心消費季度嘅餐飲總收益同比輕微回落，徹底打破咗市場對於節後消費回暖、行業復甦嘅幻想，足以證明餐飲業嘅低迷唔係階段性淡季，而係常態化疲軟。零售業嘅市場處境比餐飲業更加惡劣，下行趨勢更加持久、更加明確。月度零售核心數據顯示，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持續同步回落，本地零售市場已經連續14個月出現收縮，創下近年最長嘅下行週期。復活節、清明節呢啲傳統消費旺季，以往都係本地零售餐飲嘅營收黃金期，但係而家假期帶嚟嘅消費紅利，完全俾港人北上外遊消費嘅浪潮抵消，不僅帶唔動本地市場回暖，反而因為大量居民外遊消費，進一步抽空咗本地各大商圈嘅客流同營收。縱觀全港零售業態，無論係主打奢侈品、美妝珠寶嘅高端核心商圈，抑或服務街坊日常嘅民生零售快銷店鋪，都出現唔同程度嘅營收下滑。高端消費品類跌幅最為明顯，徹底結束咗過往高端消費獨自撐起市場嘅局面。權益消費疲軟嘅特徵越嚟越突出，普通市民最直觀感受到消費寒冬嘅方式，就係街頭沒完沒了嘅商鋪結業潮。呢個亦都係本地商業生態萎縮最真實、最實在嘅體現。早幾年，市場偶爾先會有一啲小眾鋪頭經營不善嘅小店倒閉，但係而家嘅結業潮已經覆蓋所有業態、所有區域，由中環、尖沙咀、銅鑼灣呢啲核心繁華商圈，去到各區居民區、臨街鋪位，由個體小商戶去到深耕市場10幾年、幾十年嘅連鎖大品牌，無一幸免。上半年全港結業商鋪數量突破300間，當中餐飲業係重災區，佔比超過70%，足以證明餐飲業嘅生存困境遠比大眾認知嘅更加嚴峻。好多陪伴港人長大嘅老牌連鎖、口碑老店陸續退場，海皇粥店、大班西餅呢啲家喻戶曉嘅本土連鎖品牌，紛紛關閉大量線下門店，收縮本地業務，直接打破咗市民心中連鎖品牌穩陣抗風險能力強嘅固有印象。踏入新一年，呢場結業潮不僅冇消退嘅跡象，反而持續蔓延，愈演愈烈。年初市場經營壓力依然巨大，首季度已經有數十間商戶正式結業退場。
年中再度迎來一輪集中閉店潮，短短1個月就有30幾間商戶停止營運，覆蓋嘅業態進一步擴大，唔再局限於傳統餐飲、連鎖超市、平民快餐店、酒店餐飲、休閒時裝品牌等各類民生消費業態都相繼淪陷。文娛消費賽道同樣受重創，實體戲院持續承壓，多間影院陸續結業，當中橙天嘉禾更加係全線撤出香港市場，徹底結束咗本地院線業務。呢一連串密集嘅商鋪結業現象，絕對唔係個別老闆經營失誤造成嘅偶然結果，而係本地消費市場需求萎縮、盈利空間崩塌、商業生態深度重構嘅必然結果，亦都係結構性經濟寒冬最鮮活嘅證明。專業物業數據機構發布嘅權威報告，用精準嘅量化數據揭露咗香港商鋪市場萎縮嘅深層力度，亦都實除咗過去40年最嚴峻嘅商業空置格局。差餉物業估價署發布嘅年度物業報告，明確指出香港商鋪市場出現大規模負使用量，意思係市場閒置嘅商業面積遠遠多過新增租賃新開鋪嘅經營面積。商業市場嘅供需結構徹底逆轉，年目商鋪空置率大幅飆升，創下逾40年歷史新高。全港空置商鋪總面積突破1000萬平方米，海量優質商業空間長期閒置浪費。聚焦中環、尖沙咀、旺角、銅鑼灣4大核心購物商圈，呢啲昔日寸土寸金、一鋪難求嘅黃金地段，而家累計空置商鋪接近900間，核心商圈空置率創下4年半以嚟最高紀錄。核心商圈尚且慘淡如斯，偏遠居民區、次級商圈嘅經營困境就更加可想而知。全港商業蕭條嘅格局已經徹底成形，商業資產價值同步縮水，進一步印證咗商鋪市場嘅深度調整。喺高空置率、低租賃需求嘅雙重打壓之下，香港零售業樓宇資產價格持續回調，年度售價跌幅超過1成，租賃租金亦都同步下行，打破咗香港商鋪資產長年保值、穩步升值嘅固有規律。要知道，香港核心商鋪資產一直都係全球資本地投資者嘅核心配置標的，擁有極強嘅抗風險能力。而家出現售價租金雙跌、空置率飆升嘅局面，足以證明本地消費市場嘅基本面已經發生根本性不可逆嘅轉變。資本市場同實體商業市場嘅信心雙雙崩塌，投資者唔再睇好本地零售商業嘅長遠發展，商戶唔敢再砸錢擴店經營。消費者持續收緊消費，三者形成負面共振，不斷拖累市場復甦。除咗本來之需疲軟、商業生態萎縮，兩大外部因素持續蠶食香港本地消費市場嘅生存空間，成為壓垮實體商鋪嘅重要推手。第一就係常態化嘅港人外遊北上消費趨勢，通關全面便利，跨境交通路網不斷完善之後，港人北上消費、外遊散心嘅頻次同規模持續攀升。年度出境人次實現雙位數增長，新一年首季度依然保持強勁上升勢頭。大量香港居民將日常餐飲購物、休閒度假消費全部轉移去內地同海外市場，直接分流咗本地餐飲、零售、休閒行業嘅核心客群同營收，令本已經疲軟嘅本地消費市場雪上加霜。第二就係線上消費全面崛起，徹底改寫咗香港市民嘅消費場景同消費習慣。喺實體消費持續降溫嘅同時，香港網上零售市場迎來高速增長，年度銷售額同比增幅超1成。大量原本流向線下實體店嘅消費支出，持續轉移到線上訂貨平台、跨境網購渠道。呢種消費場景遷移絕對唔係疫情遺留嘅短期習慣，而係市民消費理念、消費模式嘅永久性轉變。線上消費具備價格透明、品類齊全、比價方便、足不出戶就可以購物嘅優勢，完美契合而家市民精打細算、嚴控開支嘅消費心態，進一步壓縮咗線下實體鋪嘅生存空間。實體店唯一嘅體驗優勢喺性價比同便利性嘅絕對優勢面前不斷失效。實體行業嘅經營壓力與日俱增，透過層層市場數據同商業現象可以睇出，而家香港社會已經形成全民緊縮、主動避險嘅消費新趨勢。呢種消費行為轉變唔係短期情緒性省錢，而係收入預期不穩、就業焦慮加劇、經濟信心低迷等多重因素驅動嘅結構性不可逆改變。以前香港市民嘅消費模式輕鬆自由、選擇多元，願意為品質服務、體驗同品牌夜價買單，日常同親友飲茶聚餐、週末購物消遣、假期外遊掃貨係生活常態。但係而家絕大部分市民嘅消費邏輯徹底轉向保守同防禦，優先保住衣食住行等基礎剛需，全面壓縮所有非必要開支，守住現金流、儲備應急資金，已經成為全港市民統一嘅理財第一準則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環聯發布嘅季度消費者脈搏調查，精準刻畫咗香港消費者當下嘅財務現狀同心態變化。
呢次調研訪問咗近千名成年消費者，樣本覆蓋唔同年齡、職業、收入階層，具備極強嘅全面代表性。數據顯示，超過60%受訪者喺過去一個季度出現收入持平甚至下跌嘅情況。呢個比例較往年大幅上升，意味著超過一半嘅普通香港人收入已經進入停滯甚至倒退狀態。收入疲軟直接打擊消費信心同未來預期，淨係得不足一半嘅消費者看好未來收入增長預期。人工會加嘅人數持續減少，充分反映出全港市民對經濟薪資走勢嘅悲觀情緒已經全面蔓延。消費者嘅實際行為轉變比主觀心態更加能夠體現全民緊縮嘅深度。超30%市民已經主動刪減各類非必要開支，社交娛樂、服飾美妝、輕車消費、外出聚餐呢啲彈性開銷成為首要壓縮對象。更加有30%幾受訪者主動增加應急資金儲備，刻意留存現金流，應對未來可能嘈串嘅失業、減薪、通脹等未知風險。喺未來開支規劃方面，市民嘅取捨邏輯清晰又極致。所有人優先保障住房、水電、燃氣、保險、醫療等剛性開支，最大限度壓縮自主選擇嘅大額消費，買車換大家電升級、高端數碼產品。呢啲大額非剛需消費成為市民重點縮減嘅項目。接近40%消費者明確表示未來會持續減少呢類開支，大額消費市場基本陷入停滯。市民信貸行為嘅大幅收縮係全民避險消費降溫嘅有力佐證。喺經濟上行時期，市民好樂意透過信貸工具提前消費、槓桿消費、貸款申請，信貸再融資嘅需求十分旺盛。但係而家大家主動降低負債、規避槓桿、新增貸款同信貸再融資嘅意向大幅暴跌，跌幅非常顯著。呢個變化背後係市民對未來償債能力嘅擔憂，大家唔再盲目透支未來收入，反而主動減負債、穩現金流，徹底告別咗過往超前消費、透支消費嘅模式，消費觀念實現根本性反轉。各類儲蓄調研數據全方位印證咗香港全民存錢、嚴控消費嘅緊縮格局。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多年持續追蹤市民儲蓄習慣，最新調研結果顯示，港人每月平均儲蓄金額突破1萬港元，創下調研歷史新高，儲蓄規模持續攀升，存錢意願穩步提升，接近70%市民養成常態化儲蓄習慣，存錢唔再係少數人嘅理財選擇，而係全年齡全民嘅生活常態。國際資管機構富達國際嘅獨立調研進一步佐證咗呢個趨勢，主動增加儲蓄嘅市民比例持續上升，而市民存錢嘅主要方式並唔係人工加薪、副業增收，純粹係靠減少非必要消費、精簡家庭日常開支。換句話講，而家香港嘅儲蓄增長本質係消費降級換存款，喺經濟下行週期入面，市民被動自保嘅結果，唔係居民財富增長嘅良性表現，亦都令市場消費復甦徹底失去咗內生動力。如果話全民消費緊縮係香港經濟寒冬嘅外在表現，咁職場人工停滯、行業兩極分化、就業格局失衡，就係消費疲軟、經濟下行嘅核心內在根源。普通打工仔係社會消費嘅主力，人工水平同薪資預期直接決定市場消費活力。但係而家香港職場已經陷入基層人工凍漲、管理層人工穩步上漲嘅極端分化格局，職場貧富差距持續拉大，中產階層不斷萎縮。基層打工仔收入長期停滯，消費能力全面受限。國際人力資源機構 Hays 發佈嘅亞洲薪酬趨勢報告，清晰展現咗香港職場人工困境嘅嚴峻性。對比亞洲其他經濟體，香港打工一族嘅處境更加惡劣，接近一半香港專業從業人員全年齡加薪，人工完全停滯，仲有部分從業者遭遇減薪，收入實質性下跌。縱觀成個亞洲市場，香港零加薪減薪嘅比例遠高於區域平均水平，足以證明香港職場嘅薪資壓力喺亞洲名列前茅。職場悲觀預期仲喺持續擴散，大部分專業人士預判未來人工會繼續停滯，仲有不少人預期收入會進一步下跌。薪資增長嘅悲觀心態已經徹底固化。本地求職平台發佈嘅季度薪酬調研數據，進一步揭露咗香港職場兩極分化嘅殘酷真相。全港打工仔月收入中位數長年不變，基層員工人工多年凍漲，完全負增長。喺通脹持續走高嘅環境下，普通打工仔嘅實際購買力不斷縮水，與之形成強烈對比嘅係企業管理層人工。管理層月薪中位數連續3年穩步攀升，逐年上漲，中高層管理人員獨享行業剩餘紅利，基層員工完全被排除喺加薪體系之外。呢種基層凍薪、管理層加薪嘅極端分化，徹底撕裂咗職場收入格局，亦都造成社會消費能力嚴重分層。高收入管理層消費穩定，但人數少、體量細，龐大嘅基層打工群體持續收縮消費，最終令全港消費市場持續低迷。
而家香港職場仲存在一個好矛盾嘅現象，轉工係普通打工仔唯一嘅加薪出路，但係全港轉工意願卻遠低於亞洲勤軍水平。數據顯示，超過50%成功大幅加薪嘅專業人士都係靠轉工先至可以增收。呢個比例係亞洲第一，足以證明留喺原公司幾乎冇加薪，可能死守崗位只可以被動接受凍薪減薪。但與此同時，香港打工仔嘅轉工意願極低，就算唔滿意人工待遇，都唔敢輕易跳槽。呢種矛盾心態背後係職場進退兩難嘅生存困境，留低就人工停滯冇升值空間，轉工就面臨崗位縮減、企業裁員、就業不確定性飆升嘅風險，無數打工仔就咁陷入收入固化嘅僵局。唔同行業、唔同性別、唔同職級嘅收入差距，進一步放大咗基層市民嘅經濟壓力。餐飲、旅遊、酒店款待呢啲香港主要吸納就業嘅行業，薪資水平係全港最低，從業者收入微薄，抗風險能力極差。全港就業收入中位數數據清晰體現性別差距，男性就業收入明顯高於女性，女性職場收入承壓更加嚴重。更加值得警惕嘅係，職場晉升通道幾乎全面關閉，超過90%打工仔全年齡晉升，職場成長同人工加薪嘅雙重通道徹底封死。對於普通打工仔嚟講，唔單止人工唔漲、升職無望，仲有近30%人士收入增速跑輸通脹。實際購買力年年貶值，生活壓力持續加大，可支配消費資金不斷減少，最終傳導到消費市場加劇全民緊縮嘅態勢，收入停滯、就業承壓、消費緊縮、商業萎縮，多重負面因素互相交織、互相強化，最終形成一套閉環式自我惡化、極難破解嘅經濟惡性循環，令香港經濟長期深陷寒冬，無法自主回暖。呢套循環嘅底層邏輯好清晰。企業經營困難，商鋪結業，租金下跌，利潤縮水；企業裁員、凍薪停招人，市民收入停滯，就業焦慮加重，全民收縮消費，瘋狂存錢，本地內需進一步萎縮，更多企業倒閉，市場進一步蕭條，一環扣一環嘅負面循環，持續消耗香港經濟嘅活力。就業市場嘅細微變化，精準體現咗呢套惡性循環嘅持續發酵。經季節性調整嘅官方失業率數據反覆波動，整體上行，失業人數持續增加。就算短期有輕微回落，都只係短暫微調。就業市場嘅結構性壓力從來冇真正緩解。而家香港就業市場嘅核心問題已經唔係簡單嘅失業人數波動，而係就業質量下降、崗位穩定性變差、人工長期停滯、晉升無望嘅深層結構問題。呢啲問題唔可以靠短期市場調節修復，亦都直接導致市民就業信心持續低迷。市民嘅經濟憂慮同市場悲觀情緒已經去到階段性頂峰。權威調研顯示，超過一半香港市民將經濟衰退列為首要風險。就業前景不明、物價通脹走高，係市民最焦慮嘅兩大問題。三大核心民生風險嘅擔憂比例全部過半，全民焦慮氛圍徹底蔓延。香港城市大學發布嘅消費者信心指數長期低於品嘅榮枯分界線，代表整體市民消費信心處於悲觀區間，市場預期持續走弱。細分維度入面，物價狀況指數得分最低，足以證明市民對通脹生活成本上漲嘅不滿同焦慮最為強烈。踏入新季度，消費者信心指數進一步下跌，就業信心維度跌幅最大，充分反映市民對未來就業、收入、消費嘅預期持續惡化，悲觀心態不斷加深。企業層面嘅收縮行為係加劇經濟惡性循環嘅關鍵推手。面對持續萎縮嘅本地內需、高昂嘅經營成本、嚴重嘅消費分流，大部分本地企業只可以靠壓縮成本、縮減開支求生，商鋪結業、門店收縮、裁員減薪、凍結招聘成為企業常態，進一步壓縮咗市民嘅就業同增收空間。國際物業顧問機構嘅市場報告指出，香港零售租賃市場呈現極端嘅兩極分化，所謂嘅市場復甦只係局部假象，根本唔具備全面回暖嘅基礎。中環、尖沙咀等核心地段，靠住金融企業入駐內地高端品牌，進駐租金同租賃需求輕微回穩，但呢個紅利只集中喺少數高端商圈，而服務普羅市民嘅社區商場民生商圈，持續承受北上消費同網購嘅雙重衝擊，經營壓力巨大，租賃需求持續萎縮，租金不斷下跌。呢種兩極分化嘅格局，意味着香港零售經濟嘅復甦紅利極度集中，唔可以普惠全城。更加惠及唔到中小商戶同基層市民，核心高端商圈回暖，得益嘅係大型連鎖企業同資本，民生商圈持續蕭條，代價就係中小商戶倒閉，基層打工仔失業，市民消費收縮，經濟紅利分配嚴重失衡。更加值得深思嘅係，而家香港宏觀經濟數據同市民真實生活體感嚴重脫節， GDP 依然保持正向增長，但經濟增長嘅紅利全部集中喺金融高端商業頭部企業領域。
基層市民同中小商戶完全分享唔到，形成數據回暖、民生慘淡嘅割裂局面。呢個都係消費信心低迷、經濟循環無法修復嘅核心原因。就算整體通脹數據溫和，但基層市民收入跑輸通脹，生活成本高企，工作穩定性下降，真實民生壓力遠大於紙面數據，進一步固化咗全民緊縮嘅消費心態。喺香港消費市場所有結構性困境入面，跨境消費分流係最持久、最唔可以逆轉嘅核心衝擊，徹底顛覆咗港澳同內地嘅消費格局，持續掏空本地零售餐飲服務業嘅生存根基。通關全面常態化，跨境交通完善，深港同城化加速之後，港人北上消費已經由假期選擇性消費變成日常化全民化嘅固定習慣。呢個消費遷移趨勢已經形成結構性定勢，幾乎冇逆轉嘅可能。出入境客流數據直觀印證咗北上消費嘅龐大規模。節假日，香港居民離境人次居高不下，絕大部分客流都前往深圳、廣州等內地城市消費消遣。深港口岸日均客流較千禧年初增長3倍，就算對比疫情前嘅最高峰，依然保持增長，證明跨境消費熱潮只升不降，各大跨境口岸客流持續刷新紀錄。港珠澳大橋、蓮塘、皇崗、福田口岸出入境人次年年攀升，當中港澳居民跨境通行佔比極高，係客流增長嘅核心主力。值得留意嘅係夜間跨境客流增速迅猛，越來越多港人選擇夜晚北上食飯、購物消遣。深港夜間經濟聯動成為新趨勢，直接令香港本地夜間餐飲、夜市零售、休閒業態徹底失去競爭力。大量夜間消費客流持續流失，港人義無反顧選擇北上消費，核心原因就係兩地碾壓式嘅性價比差距。呢個係市場自由選擇嘅結果，亦都係香港本地消費市場無法破解嘅固有短板。香港商鋪租金昂貴，人工成本極高，營運開支龐大，企業所有經營成本最終都會轉嫁俾消費者，令本地物價餐飲服務價格長期偏高。香港普通正餐人均動輒幾百港幣，日常日用品、生鮮服飾、美妝價格普遍高於內地，同等預算喺香港只可以獲得基礎體驗。反觀內地，尤其深圳，物價親民，品類豐富，服務貼心，消費場景多元，無論日常買菜食飯，定係休閒娛樂輕車消費，性價比都完勝香港。喺全民嚴控開支、死守現金流嘅大環境下，市民用腳投票係最理性嘅選擇。呢個基於成本同性價比嘅消費遷移，唔會隨短期市場波動改變，係長期存在嘅結構性趨勢。更加值得關注嘅係，香港消費市場已經形成極端嘅畸形割裂格局，旅客消費同本地民生消費完全脫節，旅遊紅利惠及唔到基層民生，進一步加劇市場困境。以前內地旅客消費係支撐香港零售餐飲嘅核心動力，旅客消費可以帶旺社區鋪頭、中小食肆民生零售，但係而家旅客消費模式徹底改變，訪港旅客數量較疫情前大幅下滑，消費總額跌幅更加明顯，過夜旅客同短途旅客嘅人均消費能力雙雙縮水，旅客消費結構都出現顛覆性轉變。以往旅客主打奢侈品、珠寶鐘錶、高端美妝、百貨購物，大額消費帶旺全城商業。而家旅客更加偏向體驗式消費，餐飲觀光休閒佔比大幅提升，實物購物消費大幅減少，直接導致香港高端百貨、珠寶鐘錶、美妝零售行業營收暴跌。最關鍵嘅係，僅剩嘅旅客消費紅利高度集中喺中環、尖沙咀、銅鑼灣等高端商圈，全部流入大型連鎖集團同高端品牌口袋，普羅市民幫襯嘅社區食肆、街坊小店、民生商鋪完全分唔到紅利。最終形成高端商圈小幅回暖，民生商圈持續蕭條嘅割裂格局。旅遊消費帶唔動基層市場，根本扭轉唔到全民消費緊縮嘅大趨勢。持續嘅商鋪結業潮，不僅重塑香港商業版圖，更加推動全港商鋪資產、商業業態深度重構。傳統高成本、高溢價嘅終端業態加速淘汰，平價剛需、高性價比業態快速崛起。香港商業徹底告別過往高端溢價模式，轉向務實親民嘅剛需模式。近年結業嘅商鋪包羅萬象，既有深耕本地數十年嘅老字號餐飲、老牌超市，亦有國際高端品牌連鎖時尚店鋪。英國皇室御用品牌撤出核心商圈，經營20年嘅本土拉麵老店結業，老牌中式餐老字號退場，一個個經典品牌離場，印證住香港傳統商業生態嘅徹底崩塌。餐飲業嘅結構性調整最為徹底。對比疫情前嘅市場高峰，全港食肆整體收益大幅回落，酒吧、傳統中式餐館跌幅最慘烈，昔日門庭若市嘅傳統餐飲賽道，而家大面積虧損結業。超市零售業態迭代都好明顯，居民區經營40年嘅老牌超市悄然結業，高端精品超市陸續轉型為平價大眾超市，主動放棄品牌溢價，適配全民消費降級嘅市場趨勢。
呢啲調整唔係個別企業嘅戰略改動，而係成個零售行業嘅生存自救，足以證明高端溢價消費空間持續萎縮，平價剛需消費成為市場主流。消費降級嘅信號喺全港各區全面落地，平價低價業態迎來擴張紅利。本土平價百貨品牌積極進駐居民區，開設10幾間分店，主攻中低端剛需市場。以往淨係出現喺老舊社區嘅兩餸飯平價簡餐，而家強勢進駐核心黃金商圈，成為上班族主流選擇，證明消費緊縮已經由基層蔓延至全城，連高消費力商圈嘅市民都開始極致省錢。外資平價生活百貨品牌持續閉店收縮之後，更加開啟近15年首次全面減價，放棄品牌溢價以低價求生，進一步實除全民消費降級嘅不可逆趨勢。商業資產重構嘅背後係市民資產配置邏輯嘅根本性反轉。香港幾十年買樓保值、置業致富嘅核心財富，受信仰徹底崩塌，長久以嚟，樓市、商鋪、物業係香港市民同投資者嘅核心資產配置，置業保值升值深入人心，係普通家庭財富積累嘅主要途徑。但隨住近年樓市持續調整，商業物業貶值，大量高位上車嘅市民淪為負資產，住宅負資產按揭宗數一度突破2萬宗，涉及金額超千億港元，無數家庭財富大幅縮水，置業信心遭受毀滅性打擊。就算後期負資產數量有所回落，但市民嘅置業信仰同投資信心已經徹底受損，無法修復。而家市民嘅資產配置思路全面轉向保守避險，放棄房產、商鋪等實體固定資產投資，遠離高槓桿、高風險投資，優先選擇低風險、穩收益、高流動性嘅儲蓄產品。銀行體系存款規模持續攀升，海量社會資金滯留金融體系內部存錢避險，唔流入實體消費、商業投資同創業市場，形成典型嘅流動性陷阱。資金空轉，實體經濟缺水，消費市場缺活水，直接拉長經濟復甦週期，令呢場消費寒冬經濟低迷長期化、常態化。所有市場困境、經濟難題嘅底層根源，係香港消費者心態發生咗永久性、不可逆嘅質變。呢種心態轉變覆蓋全年齡、全階層、全職業市民，徹底改寫咗香港幾十年嘅消費文化同生活方式。10年前嘅香港消費氛圍輕鬆活躍，市民消費心態從容自在，日常飲茶聚餐、週末購物消遣、假期外遊掃貨係全民常態。唔同收入階層都有穩定消費意願同消費能力，市場活力十足。而家輕鬆嘅消費心態徹底消失，取而代之嘅係謹慎、焦慮、避險、務實嘅消費思維，傳承市民主動收縮開支、精簡消費、守住現金流。日常消費行為嘅改變隨處可見，以前每幾次親友聚餐，而家縮減到每月1、2次，甚至完全取消。日常外賣出街食飯變成居家自己煮，假期奢華外遊跨境掃貨換成免費行山、海邊散步、居家休閒等零成本消遣。剛需用品唔再隨意購買，反覆比價揾優惠揀平替，最大限度刪減每一筆非必要開支。呢啲改變唔係短期省錢行為，而係生活方式、消費理念、財富認知嘅永久重塑，社區商業嘅細微變化，最能夠體現全民消費降級嘅深度。居民區高端精品超市改造轉型為平價大眾超市，引發全港網民熱議，成為香港消費降級最直觀嘅風向標。業內分析指出，呢種業態迭代嘅背後係香港中產階層消費力萎縮、市場深度重構嘅真實寫照。終端消費業態陷入兩難，性價比唔夠平價，商鋪吸引基層市民，品質又追唔上高端品牌，留住高消費人群，生存空間被雙向擠壓，最終只可以向平價轉型。終端百貨精品超市、輕奢品牌陸續退場，轉型標誌住支撐香港消費市場多年嘅中產消費主力逐步式微，市場消費結構徹底下沉。無數普通中產打工仔嘅真實生活，生動展現咗全民消費緊縮嘅民生百態。好多原本生活安穩寬裕嘅中產，喺人工停滯、職場內卷、經濟下行嘅多重打壓之下，被迫開啟極致省錢模式。收入縮水甚至失業之後，主動放棄高端餐飲品質消費，日常食飯嚴格控制預算，揀平價快餐、街坊茶餐廳，大額消費全面暫停。為咗慳錢，養成居家煮飯習慣，徹底告別高頻外食。影音會員、線上訂閱等彈性開支全部刪減，靠共享賬號、免費資源滿足娛樂需求，全力守住家庭現金流。最值得警惕嘅係消費緊縮、存錢避險，唔再係年輕人同低收入群體嘅專屬。以往撐起全港消費市場，作為消費主力嘅30至50歲中產階層，而家係避險意願最強縮、消費最徹底嘅群體。呢個年齡段嘅市民，以往工作穩定、有積蓄、有資產，係香港餐飲零售民旅消費嘅核心支柱。
但喺當下經濟環境入面，中產面臨人工凍漲、資產縮水、職場內捲、生活成本飆升嘅多重壓力，對經濟前景嘅悲觀情緒遠超年輕人，存錢避險、縮減開支嘅意願更加強烈。全年齡、全階層同步縮消費，令香港消費市場徹底失去回暖動力。呢種全民心態嘅轉變，係所有經濟困境入面最難逆轉嘅核心症結。經過數年市場調整同經濟洗禮，現金為王、保本自保已經成為香港全民統一嘅財富共識同生存準則。無論係工薪階層、中產家庭定係中小商戶經營者、普通投資者，都將現金流、安全風險規避、穩健保值擺在第一位，徹底告別咗以往激進消費、槓桿投資、超前透支嘅生活同理財模式。各類調研數據反覆印證全民避險趨勢，超30%市民主動加碼應急資金，築牢家庭財務防線。港人月均儲蓄常態化存錢人數雙雙創下歷史新高，全民避險存錢嘅氛圍達到階段性頂峰。市民嘅理財目標排序都發生顛覆性改變。以前大家理財追求資產增值、投資回報、財富升級，願意承擔合理風險博取高收益。而家增加儲蓄儲備現金流，規避風險成為首要理財目標，投資回報、財富增值嘅優先級大幅退後。退休規劃、資產配置全部圍繞穩健避險展開，信貸行為極度收縮，全民主動槓桿清負債減信貸，絕大部分市民力求全額還清賬單同貸款，杜絕負債風險。家庭財務全面轉向零負債、高流動、低風險模式。喺全民避險經濟下行嘅大環境入面，好多普通市民容易踩中3大理財誤區，睇落係理性操作，實質會放大財務風險，加劇家庭困境，係經濟寒冬入面最需要避開嘅致命陷阱。第一個誤區就係逆勢投機搏翻身，好多打工仔不滿人工長期凍薪，儲蓄利息微薄，一心想靠炒股、炒幣、短線炒流搏反彈，快速賺快錢，希望靠投機打破收入僵局。但經濟下行週期最大嘅特點就係風險大、機會少，專業投資者都頻繁虧損，難以盈利，普通市民冇專業能力、冇風險把控經驗，盲目跟風投機，9成9隻會本金縮水、財富虧損，進一步拖垮家庭財務。第二個誤區係忽視小額零散消費嘅累積危害，好多人覺得一杯奶茶、一餐快餐、幾十蚊訂閱費、平價小飾品，呢啲細開支唔使計較。但財務崩塌從來都唔係一次大額消費造成，而係無數次小額衝動消費日積月累嘅結果。日常看似微不足道嘅零散支出，一年落袋就係幾千上萬港幣嘅流失。喺收入停滯、經濟不穩嘅環境下，呢啲隱性浪費會持續壓縮儲蓄空間，削弱家庭抗風險能力，令原本緊張嘅財務狀況雪上加霜。第三個誤區係靠穩定工作盲目負債，好多打工仔覺得自己有固定月薪，工作穩定，就大膽透支信用卡分期買奢侈品貸款換手機，覺得一定可以還清債務。但而家職場最大嘅真相就係冇絕對穩定，企業隨時會調整架構，裁員縮編凍結薪資，今日嘅穩定工，聽日隨時可能有變。靠不確定嘅工作盲目負債，一旦遭遇失業減薪停工，好容易陷入債務違約、財務崩盤嘅絕境。面對呢場長期化、結構化嘅經濟寒冬同消費困境，普通香港人想要守住生活底氣、安穩穿越週期，必須建立系統化、務實化嘅自保策略，從現金流、個人能力、心態、認知3大維度築牢安全防線。首先搭建穩固嘅現金流安全墊，儲備足夠9至12個月嘅家庭基礎生活費，徹底清理高息負債同不可勒信貸，堅守高流動、零風險財務原則，拒絕槓桿投機、盲目投資，守住家庭財務基本盤。其次，持續提升個人職場不可替代性，深耕主業精進技能，穩住核心收入來源，同時搭建副業兼職等多元收入渠道，擺脫單一收入依賴，做好收入兜底，最後徹底重塑消費心態。摒棄虛榮消費、攀比消費、超前消費，建立極簡、務實、剛需為主嘅長壽消費模式，理性取捨每一筆開支，讓每一分錢都用喺實處。經濟週期向來都是冷暖交替、起落循環，寒冬過後必有回暖，低谷之後終會反彈。而普通人穿越週期最大嘅底氣，從來都係當下每一次嘅儲蓄積累，每一次嘅自我提升，每一次嘅理性取捨。而家香港面臨嘅消費寒冬、職場困境、經濟低迷，係多重結構性因素疊加嘅結果，短期難以徹底逆轉。但只要我哋守住財務安全，提升自身能力，穩住個人心態，就可以穩穩熬過寒冬，靜待行情回暖。如果你睇完呢篇深度分析，對香港而家嘅經濟現狀、民生困境、消費趨勢有自己獨到嘅見解，
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傾偈分享。覺得呢條片乾貨夠晒多，分析夠晒透徹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，多多轉發俾身邊嘅朋友。我哋後續持續拆解香港經濟、職場、民生嘅深層真相，帶你看透市場底層邏輯，輕鬆應對經濟週期變化。